滿心冥想第二部第5章3，你講過基於情欲嘅渴望，最終會令到人感受到一種激情。我講啦，咁乜嘢係激情呢？就係對事物嘅熱戀。達濟講啦，咁等我哋比較一下呢兩個詞，激情同埋同情。激情令到我哋執迷於想要佔有作為攝慾對象嘅嗰個人，我哋會更關心自己嘅滿足感，而非他人嘅感受。相反，同情令到我哋願意為咗他人而犧牲自己。激情將導致內疚，而同情則會令到人變得高尚。我哋會因為同情而變得喜悅。想知道點樣吸引恩典咩？保持喜悅，秘訣就喺呢度啦。恩典有咩意義啊？一次傾盆嘅恩典就得以成就1000次惠能傳遞，亦都永遠冇辦法完成嘅1000次嘅祝福，亦都永遠冇辦法實現嘅事情。所以我哋應該富有同情心。咁樣一嚟就能夠擁有喜悅啦。有咗喜悅，恩典必將向我哋傾盆注入。當我哋對他人充滿咗愛、關心同埋同情嘅時候，就唔會試圖從他人身上得到任何嘢啦，亦都唔會話諗住試圖去操控他人。大家之所以鍾意接收，原因就在於感覺唔到完整，但係即使一再接收，亦都永遠冇辦法因為咁而完整。完整只能夠由付出獲得實現㗎，而唯一嘅禮物正係我哋自己，所以付出自己啦。我哋會發現獲得將遠遠多於付出㗎，或者我哋會好好奇。咁點樣付出自己嘅一切呢？其實冇辦法將一切都俾出去，只能夠不斷咁付出。然而，慷慨嘅心唔僅僅意味住付出，亦都唔僅僅意味住幫助他人。真正嘅慷慨係心無芥蒂咁樣接受他人嘅意見同埋分歧。咁接落嚟就到咗下一個類別嘅慾望啦。德行。事實上，我覺得德行唔應該同慾望有任何關係。德行嘅梵文字面上嘅意思係所堅持嘅嘢。堅持啲咩呢？堅持正義。我哋就係堅持正義嘅人，希望獲得德行係軟弱嘅，為德行祈禱就好似係為咗阻止自己去搶劫而祈禱。呢個其實非常之簡單，唔好咁樣做就得啦。如果我哋想要生命具有德行，如果我哋想要真實、善良同埋愛，首先就必須堅守德行。捨我其誰啊！所以希望獲得德行係冇用嘅，期待德行亦都冇用嘅，為德行而祈禱亦冇用。咁我哋要成為德行嘅典範。德行嘅要求係愛所有人，唔傷害任何人。呢個亦都正係心嘅天性。你睇下，我哋應該從內心培養對德行嘅理解。喺好多時候，我哋對德行嘅覺察係深根於意識形態嘅。心嘅天性係普遍存在嘅。但係意識形態係有局限嘅，意識形態係我哋嘅文化、宗教同埋好多其他事物嘅產物。唔同嘅意識形態導致咗分歧、憎惡，甚至仇恨。呢一啲印記會停留喺思點，並且固化為偏見。巴布濟將偏見描述為靈性嘅敵人。喺印度嘅傳統入邊，被稱為化身嘅神聖人物，將喺世界極度墮落嘅時候，為咗恢復道德而降生，
但係呢個真係有必要咩？我哋仲係將維護道德嘅義務推咗俾他人。如果每個人都能夠堅守道德，而唔係話指望住主嘅降臨，咁呢個唔係就能夠為佢省去好多麻煩咩？而當我哋唔遵守道德嘅時候，會發生啲咩事呢？呢個並非指我哋會受到懲罰，相反，我哋會懲罰自己，我哋將背負內疚嘅重擔。咁好似前面所講嘅咁，內疚喺人體架構入邊有個特殊嘅位置，沉積喺 D 點嘅內疚會將我哋壓倒，我哋嘅心門緊鎖住，靈性擴展就會被中斷啦。所以務必避免去做任何可能令到自己感到內疚嘅事情。呢一度嘅良心正係唯一嘅裁判，同外在嘅道德權威冇任何關係。但係良心亦都比任何外在嘅裁判都更為嚴格，能夠對我哋處以更為嚴厲嘅懲罰。解脫係下一個類別嘅慾望。大家為咗呢一樣努力並且祈禱。喺印度嘅宗教傳統入邊，解脫通常係指擺脫咗死亡同埋重生嘅輪迴，並且被譽為人生至高目標。而事實上，解脫只不過係一個相對較少嘅成就，仲有更多遠遠超過呢一樣噶。如果將自由存在喺不受束縛嘅靈魂領域入邊嘅解脫，同埋經濟獨立、無憂無慮生活喺世俗嘅解脫相比嘅話，呢兩種願望有好大嘅差異咩？喺呢兩種情況底下，我哋都喺度尋求自由，一種隨住我哋嘅境況變化而嚟嘅自由。咁對物質財富嘅慾望，同埋對靈性解脫嘅慾望，係咪相似嘅呢？我問到啦，兩者都會喺 A 點產生震動。達濟講啦，所以渴望解脫將適得其反，呢一個就將令到我哋感到沉重，而非減輕負擔。對解脫嘅慾望代表住一種逃避現實嘅行動，源自於我哋唔如意嘅經歷。如果一間餐廳嘅食物令到人反感嘅話，咁我哋可能再亦都唔會嚟呢一間餐廳啦。同樣咁，當我哋對呢一個世界感到失望，就會好可能開始厭惡呢一個世界。咁樣一嚟，我哋就好似係一個想要擺脫牢籠嘅囚犯咁。呢一個唔係正面嘅渴望。我哋亦都會為咗解脫而去祈禱，因為我哋認為呢一種唔受束縛嘅狀態，將會令到我哋唔再俾另外三種慾望奴役啦。但係事實並非係咁噶，我哋當中有好多人已經具備解脫嘅條件，但係佢哋仍然渴望住利益、情慾同埋德行，依然會為咗呢一啲慾望去祈禱，為咗知足而祈禱，難道唔係更好咩？但係如果我哋冥想嘅話，點解仲需要為咗知足祈禱呢？只要規律咁收集，知足自然就會嚟到啦。當我哋感到知足，當我哋成為聖人，唔再渴求利益、情慾、德行同埋解脫，我哋仲需要為咗咩去祈禱呢？達濟停頓咗一下，儘管過去我哋經常會為自己去祈禱，但係而家我哋開始為他人而祈禱。當然，呢一個並唔意味住需要等到成為聖人之後再咁去做，即使係而家，亦都應該為咗他人去祈禱。祈禱嘅效果唔會因為受益者嘅增加而會被稀釋噶。
相反咁，越多嘅受益者，將會令到祈禱產生更大嘅波浪。另外一方面，去講啦，可以喺為咗自己嘅祈禱入邊納入他人，咁樣嘅諗法係自相矛盾㗎。假設我哋居住嘅地區發生咗水災，我哋嘅心喺度諗啦，上天啊，請唔好令到我間屋俾洪水浸咗啊！但係喺祈禱嘅時候，我哋就修正咗呢一種諗法，個口就講啦，上天啊，請唔好令到我鄰居嘅嗰間屋俾洪水浸咗。呢個時候，上天就會俾我哋搞到糊塗咗啦。我哋口不對心，將鄰居納入咗祈禱嘅範圍，能夠因為咁樣掩飾自私嘅祈禱咩？我唔會咁認為噶。錯誤嘅鎖匙永遠冇辦法打開正確嘅門。利他嘅諗法必須係我哋嘅初心，唔能夠係補救方式。喺祈禱入邊，目的諗法比語言要更加響亮。毫無疑問咁，為咗他人祈禱係我哋嘅責任，但係如果冇咗愛，責任就會係一種負擔啦。朋友請你幫手，盡管你表面上講好啊，但係個心卻係喺度抱怨。咁我哋再舉一個例子啦。當你唔中意自己嗰份工嘅話，咁你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喺度被奴役，心入面充滿咗埋怨。點解我一定要做咁辛苦嘅工作呢？我哋會好嬲。相反，當我哋喺度做自己熱愛嘅事情嘅話，就會感覺自己一啲都唔似喺度工作。我哋非常努力，完全都唔覺得辛苦，亦都唔會注意到時間一下子就過去啦。當愛存在嘅話，責任嘅概念就會消失啦。當我哋懷住愛，自然就會以最自然嘅方式嚟到完成，而且唔會感覺到責任嘅負擔。冇愛嘅責任將會令到人成為奴隸，而愛就會令到人自由，毫不費力嘅行動。秘訣就喺呢一度啦。愛唔單止係祈禱嘅基礎，亦都係我哋一切行動嘅基礎。